避免机车行过水沟坎时骨倒。交通局将路线来移，并画上大面积的草化线，延伸到路口，也设定了避免弄到防护设施。但如此，互汽车甲机车抢路，也造成多位民众受伤。因为当初我这边有做那个警示柱，然后因为为了闪这个水沟盖哈，那所以有几位里民因为闪了那个警示柱，然后撞到警示柱，然后跌倒。那因为有里民在反映，所以我们就麻烦议员，可以是不是找相关单位来做一个彻底的改善？议员林美燕接到定情，随即邀请水利局甲交通局现场会勘。议员认为当地地势是路架，无脊椎依路，无需要设水沟坎挂，要求市府相关单位要赶紧调整。汽车跟机车是会相继在争道啦。所以第一时间跟水利局反映的时候他们也来到现场看的啦。那真的是他们我想他们自己也会觉得真的是很危险，所以昨天下午反映以后，他们马上就是做一个改善了。今天到现场看，他们是拔港了，但是在拔港的下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水沟盖的问题会打滑。在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要求水利局用最快的速度，把水沟盖的这个问题、打滑的问题，要赶快彻底去解决。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同交通单位来做一个现勘，然后我们也将这个防撞杆的位置未来会做一个调整包括它的这个潮化的线型的部分。那另外比较主要是那边也有一个水沟的孔盖那这个孔盖我们会来下地，因为我们评估之后它不影响排水那未来大概2周内完成之后，相信这个问题可以获得充分的改善。议员希望道路规划调整了后，会当减少意外发生，同时也让这个全国唯一用荷兰语号名的哈赫纳尔森林，会当让地方成为城市地标。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